會唔會係你個網絡嚟㗎？係我嘅，係。咦？點解你好似冇上鎖喎？會唔會係比較唔安全？我都好詫異，你哋會突然間會揾到我呢一個 WiFi 嘅資料咯。湯家驊就見到佢有去咗個 MSN 咁，黎耀聰就見到佢去咗 Wisme 咯。咁如果你話即係見到我，或者可以知我做咗乜嘢啦咁樣，我覺得幾得人驚㗎喎。歡迎收睇新聞透視。WiFi 即係無線上網咁解。咁大家而家可以攞住手提電腦，周圍喺咖啡店、餐廳都可以無線上網，要多謝 WiFi 技術。不過黑客要偷你嘅銀行戶口資料，偷睇你嘅秘密檔案，都係可以靠 WiFi。政府撥款2億2千萬實施 WiFi 通，要將香港發展成 WiFi 城市。咁2個月之後就會有第一批政府場地提供免費嘅無線上網。不過大家用 WiFi 之前，最緊要睇清楚今晚嘅新聞透視，先了解無線上網嘅保安問題。係啊，上得好快而家，170幾隻 active 咪好多 active 10幾隻 active 咯，而家啲線。呢班係專業資訊保安協會 PISA 嘅成員，佢哋都係網絡保安專家。一日，成班人攞住手提電腦同天線，睇下戶外接收嘅無線網絡究竟安唔安全。其實我哋而家係做緊個 wall driving， 咁就其實 wall driving 嘅意思就係去調查下一啲無線網絡嗰啲 router 咧，嗰路由器咧，睇下佢嗰個設定係點樣咯。一般用緊嘅寬頻上網係透過地下嘅光纖線，將用戶聯繫到世界各地。咁所謂無線上網係喺一個接口裝上 router 路由器，路由器就好似一個小型發射站咁，向四周發出信號。如果附近有部裝咗天線嘅電腦，電腦就能夠透過無線信號上到網。一家人裝一條寬頻線，就可以俾全家人嘅電腦一齊用。公共無線網絡好似係咖啡店、機場、政府免費網絡，亦都係用同一個原理，方便大家一齊上網。好多時喺街上面都接收到樓上住宅嘅無線網絡，有啲地方仲有好多信號。街上面應該都會見到唔少。而家咧就連埋正話電車，其實就揾咗1100幾㗎啦。見到 active 嘅都有最多都見到16隻、18隻。呢幾年，專業資訊保安協會都會定期做實地調查。幾年前只係有2-3成嘅無線網絡有加密，而家情況有改善。我哋其實由2002年開始就開始做啦，咁就都每年都做翻電車路嗰條，就去比較翻嘅。咁就舊年嚟講就有60% 就有做到加密啦，咁今年都有70%。屋裏邊嘅路由器設置信號太強，又冇加密碼嘅話，就等於大聲講嘢，屋外嘅人都會聽到。咁出面嘅人就可以用呢個帳號上網，甚至有機會入侵屋裏邊嘅電腦偷資料。當時有4至5個差人啦，佢就攞張搜查令出嚟，就話而家要搜查我間屋，因為涉及一單網上面嘅詐騙案，好愕然。突然話你涉及詐騙，個後果應該都幾嚴重咯。今年2月，一個加納籍遊客喺阿芳對面街嘅一個單位接收到佢嘅無線網絡信號。個遊客偷用阿芳嘅戶口上網，又偷用其他人嘅信用卡喺網上買咗一批電子產品，總值3萬幾蚊。而阿芳就爭啲俾人當賊辦。案發時，阿芳住喺土瓜灣11樓一個單位，而加納嘅遊客就住喺對面6樓一個單位，兩者相距200米。咁嗰個說明書咧，佢有講要 set 密碼，咁但係自己又唔認識，即係冇諗過個後果可以咁嚴重，又唔想太麻煩。專家話，屋企用嘅路由器唔應該擺近窗口，而信號亦唔應該設得太強，最緊要仲要加上密碼。事後諗翻，我覺得好驚險咯。即係好彩，我淨係俾人盜用咗條線啫。如果我係個電腦入邊有啲乜嘢重要嘅資料啊，為上網買嘢一啲信用卡資料啦，又或者係銀行嗰啲私隱啦，咁可能佢可以就咁樣就入到嚟攞到我嘅嘢咯。阿芳嘅擔心唔係過分憂慮。
李仁芳係無線網絡嘅承辦商。呢日佢幫一個屋苑嘅會所設置無線網絡。佢話用無線上網就好似喺酒樓同人傾偈，隔離嘅人係會聽到㗎，所以網絡一定要加密。我同你講，我俾個橙你，其實係俾500蚊你咁嘅意思。咁你講緊密碼，側邊啲人想聽到咧，佢都唔明。咁如果佢想明咧，佢花好多時間聽你講好多嘢。佢話